台湾伫2050年要行向零碳排，即马有真侪政策拢对咧实施。毋过，所有环保团体来讲，做钢铁的公司比如讲重工甲中量，应用土炭的量是台中火力发电厂的3/4，也毋过煞无提出相关的计划，所以呼吁总统参选人要提出相关的政见。煤电钢铁双毒气，中高市民有怨气。为中南部上百个环保团体同齐发声，要求现主时当咧台面上的4个总统参选人，要注重高碳排产业转型的议题。因为直接点名中钢甲中量钢铁两间公司，造成中南部居民生活伫咧空污当中。高屏总量管制区呢，在2022年就要做第2期的减量，环保署跟高雄市政府都定不出来高屏第2期的总量减量办法。看团认为，台湾钢铁产业的长期目标是要承诺2035年净零排放。因认为现主时也要停止对中钢这个高污染钢铁产业的电钱补助，要求因转型，打破现主时总统大选的话题。环保团体嘛对总统参选人发声，要谈气候政见，不能不谈褐色产业转型。你们要谈空污政见，不能不谈中钢的粒状物污染是高雄的4成，除非空污的难民的票不要了，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提到怎么样改变。看团指出，中钢甲中量钢铁使用土炭的量已经达到台中火力发电厂的3/4。这期为啥台中火力发电厂有咧规划减碳基础转型？中钢甲中量钢铁煞无相关的机制。这期现主时咧讲净零排放是无咧用心，呼吁总统参选人爱关注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